欢迎收听6月21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施宪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来分享诗篇63到64篇，与慈爱的主有关。我们今天的生活，我们今天的情感，我们今天的选择与什么有关呢？传说中猎人他带他的猎犬出去打猎，而这只猎犬呢，经常夸口自己跑得比任何的猎物都还快。所以有一天，这个猎犬跟主人去打猎的时候，主人就见不远处有一只野兔，它在那个地方。所以主人就为了考验这只猎犬，就命令他说：“你去追这野兔。”然后他就真的去追了，追，一直追了半个小时的时间。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是这只猎犬无功而返，没有猎到野兔。主人就对他的表现十分的不满。猎犬这个时候就为自己辩护说：“主人你要了解，刚才我追这野兔是抱着玩耍的心情而野兔呢，它是以逃命的心情逃跑，所以我追不到它也不会很奇怪吧？”诗人的心情不是看在当下的环境，诗人的心情是跟什么有关呢？我们看见野兔逃跑是跟他的命有关，而这只猎犬去追野兔是跟玩有关。而我们今天的生活跟什么有关？诗人他因着自己对上主的认识和经历，他的心情他表达出来的就不同于现况。现况在今天看来真的是苦难，是苦境，甚至是一个挣扎，很真实的在生活当中。但是他却能够表现出渴慕和祷告。在这里鼓励信主的你我，作为一个信仰者，其实我们真实的知道，生命的丰盛是与上主的慈爱有关。慈爱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叫做 Hesed， 有很多的意思，但很多的时候会被拿出来讲的是叫做守约施慈爱。守约施慈爱以中文来说是5个字，但是以希伯来文来说就是 Hesed 这个字。而且不仅是守约施慈爱，它讲到一种永恒不变的爱的状态。所以在今天我们 RPG 祷告的经文诗篇63篇3到4节说：“你永恒的爱比生命宝贵，因此我要颂赞你，我一生一世要感谢你，我要举起双手向你祷告。”在另外一个版本说：“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比生命更美。”慈爱怎么能比生命更美好呢？或者更加的好良善呢？是因为在这里诗人在说的慈爱，是他认识到这位主的慈爱是不改变的慈爱。不管今天他是在旷野，他是在王宫，他是在平民百姓的家里，他是在高山低谷当中，诗人真实的认识到我的生命是跟 Hesed 有关，是跟守约施慈爱的主有关。如果有一个人爱你，但是他的爱在你一生当中一下子不爱，对你很坏，一下子对你很好，一下子很冷淡，你永远都不知道这个对方他到底爱还是不爱。我相信对一个如果我们也同样爱对方的人来说，这会是一个很痛苦的一生。然而在这里诗人所说到的上主的 Hesed 是不改变的，是守约的，是不会因为今天我心情比较好，
所以上帝爱我就少5分。今天我心情比较不好，所以上帝爱我就加100分。没有，在这里讲的 Hesed 是诗人他领受到，不管在任何的境况当中，这 Hesed 是不改变的，这 Hesed 是永恒的，这 Hesed 是不会在那里起起伏伏的。主的爱就是如此，所以我们很常说，主对我们的爱不会因为我们做好做不好而多1分或减1分，他早就以完全的爱，透过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行动，为我们死里复活，使我们这个有罪的人，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相信他，我们就领受那100%的爱。在这里63篇、64篇都讲到一位信仰者，他在一个看似生命的苦境，就像63篇一开始说的，我热切地寻求你，像一块干旱焦渴无水的田地。我们可以想象是多么的需要水分啊。这位诗人用这样来表达他的生命是多么的需要上帝呀，因为 Hesed 就在他的生命当中，他知道只要拥有这个，他的生命就活起来了，他的生命就不用再担心了，因为上主的爱是守约的，是按着他的约，他不会改变，不会说我跟你签约，然后我违约，我还付违约金，没有这件事情，他就是守约。所以即使这位诗人在一个很困乏的时刻，即使他躺在床上的时候，他在想的都是这位主会以他的 Hesed 他的慈爱来帮助我，他会以他的 Hesed 来带领我，来满足我，甚至他会以他的 Hesed 来按着他的公义去对待敌对我或者是行恶的人。所以我们的主是一位怎么样的主呢？来到64篇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诗人在这里的形容是遭敌人阴谋暗算，好像又无端的受到非难。在这里因着这位 Hesed 的主，所以他祈求主帮助他翻转他的处境，让恶者掉入自己的陷阱里面。在这里的祷告，不论是63篇、64篇，我们都看见这位主，他是有能力的主，他是有慈爱的主，他更是与人同在，让人经历到他美善的主。所以诗人他经历这些之后，他才会用这样的祷告。什么样的祷告？颂赞的祷告，感谢的祷告，感恩的祷告。因为他深深的知道，不论境况如何，这位主，我们只要来跟他连结，他永恒的慈爱一旦跟我们有关系的时候，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困境苦境就没有那么大了。因为主有能力，他有慈爱，甚至他有方法，他有启示，要帮助今天的你跟我一起来经历他的 Hesed。 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看见在诗篇中的诗人，因为他对你的认识，所以他能够有不同于环境现况的心情和感受。主，我们很多的时候常被我们眼前的事物来影响，甚至我们的心情就好像被眼前的事物困住。但就像你所说的，主啊，你用你的 Hesed 来帮助我们。当诗人他真实去经历到的时候，这2篇诗篇就好像是见证一样在对我们说话。主，我们要感谢你，我们要颂赞你，因为我们渴慕经历的，你在今天告诉我们，过去的人曾经经历过，而现在的人因着与你的慈爱连结，与你的慈爱有关，我们就因着这样的相信，
我们就活在主你守约施慈爱的恩典当中。主，我们为此献上感恩，也谢谢你让我们有诗篇能够来同理我们的心情，也能够帮助我们持续的将我们的盼望是放在主你的身上，是把我们自己摆在你的面前，也是把你放在我们面前，你才是我们要聚焦要跟随的方向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将以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很开心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，愿上主赐福你，透过你所认识的这位主，盼望他不断开阔你的心，开阔你的眼，使你全人全心来经历到这位 Hesed 的主。我是世倩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